後來鄉親啊，繼續來看雲林西螺的新田宮廟埕真空曠，閣挖進着果菜市場，人潮袂少，所以正式來成立着夜市啊，希望會當帶動商機。西螺新田宮有夜市咯，後民眾拜五暗時來拜拜時，閣會當踅夜市。沒有事，晚上可以來這裡新田宮逛夜市哦。總共有53個攤位哦，有吃的、用的、玩的哦，所以非常歡迎大家過來這裡。提供信仰中心之外，今天能夠把固定每個禮拜五改為夜市，更能夠分享很多美食的一個喜悅。大家拜拜哦，也可以晚上哦來得到這個媽祖的庇佑。新田宮表示，因為廟埕大，附近閣有果菜市場。有袂少人潮，因為咱果菜市咧場咧食，咱無運動是人較少。佇大菜市做完了後，大家來這用餐，這物件好食，閣平價啦。扣除成本之後，然後我們全數就會捐給新天宮，這樣生意加買到差不多對半倍啊。即擺這台灣大家做了攏做有信心，大家都做希望，讓地方來更加歡迎的。夜市毋但是互攤商加一份收入，嘛是互大家做回來支持地方。